亞協點解要持續推動關心印傭呢？其實關愛寄居者、接待寄居者呢啲都係聖經嘅教導嚟嘅。亞協喺10幾年前見到上帝將印尼人帶嚟香港，甚至乎學埋我哋所講嘅廣東話啊，香港嘅生活文化咁樣。我哋真心覺得香港嘅教會同埋信徒咧係責無旁貸要去關心佢哋。咁多年嚟，隨住社會同埋各方面嘅變遷，我哋嘅事工咧都有所更新。由最初呼籲信徒同埋市民去關愛家傭啦，到將關愛延伸到僱主嘅家庭樂融融啦。近年咧，我哋更加鼓勵由印傭至印尼，將關愛咧係繼續伸延出去。我哋透過無論係本地嘅動員同埋裝備、跨境嘅體驗同埋差派，我哋嘅心願咧仍然係希望貼近天父嘅心腸，將祝福帶俾萬族萬民。